最好笑嘅呢班中國人咧，成日喺度話香港人，你們有什麼優越感啊？憑什麼罵我們中國人啊？大家都是自己人而已啊！罵我們什麼？我跟你們講，最有優越感的就是你們這些家人們咯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咧重點同大家講，都係近呢幾日發生嘅事嘅。咁就係網上面流傳一段影片咧，有兩位中國人咧，咁就喺香港嘅便利店嗰度購物，然後咧就突然就話咩遇到一個嘅店員歧視佢，又話咩堅持承認係香港人，唔承認係中國人，跟住所以就嘈一大餐。咁然後呢兩位中國人咧就事後將呢一件事擺咗上去小紅書嗰度，咁啊進一步去批鬥呢一位香港店員。咁而與此同時都引嚟咗好多香港網民嘅關注啦，咁喺度互鬧啊！咁我見到有啲人就話咩香港人被中國女強迫文化輸出，為賺愛國流量，俾大家睇下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先。對不對？你是香港人對不對？我是香港人。哦，你不是中國人，你不是中國人。我告訴你，大陸人不是你能罵的。我沒罵你，是你在罵我。我告訴你，我錄下來了。你想讓我發到中國去嗎？中國啊？罵我們？你憑什麼罵我們？憑什麼罵我們？就是他莫名其妙的罵我，你憑什麼罵我？凶我幹什麼？我幹你什麼？我幹你一輩子在這裡當服務員，我告訴你，我是 Chinese 中國人，我是中國人，你不是中國人嗎？你不是中國人嗎？是香港人啊。啊，你是香港人，你是香港人對不對？你是香港人對不對？我是香港人。哦，你不是中國人，你不是中國人，我幹你一輩子在這裡當收銀員，你給我滾滾！憑什麼罵我們？死 gay 死 gay， 你罵我，你就是罵我，我告訴你，我跟你一輩子在這裡當收銀員，我告訴你，對，我跟你一輩子在這裡當收銀員，我告訴你。好啦，咁條片大概就係咁樣啦。咁而我咧都見到有人去分享翻原文係點樣啦，咁俾大家簡單去睇下，了解翻中國嗰位女子佢嘅講法。佢就話咧，佢同佢嘅朋友即係都係女仔嚟嘅，咁一齊喺香港嘅一間便利店度買煙。咁然後嗰個朋友咧就好細聲咁樣講，就話要一包貴煙。咁然後佢咧就隨之附和，就話中國嘅貴煙。咁佢嘅解釋就話嚟到香港都知道啊，諗住講貴煙呢，可能等嗰個店員清楚了解啩。咁然後佢又再重複講多句中國嘅貴煙。咁之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呢，就搞到嗰位香港店員可能就聽到啲唔耐煩，係啦，跟住就即刻反白眼同佢講就話我知道。咁就係因為呢一句説話佢聲稱咋，跟住佢就喺度形容嗰一位香港店員呢，就繼續對佢反白眼。然之後就話我冇兇你啊，神經病。咁遇到後續啦，咁就係大家見到嘅嗰一段影片咁樣，就開始喺度互鬧啊。咁嗰位中國嘅女子咧就即刻拍片，然之後就係咁喺度鬧佢，跟住就話你不是中國人嘛？啊，是香港人嘛？我是中國人哦，啊，就你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中國啊？咁去到最後啦，咁佢就話我聲明，我從來都唔歧視超市服務員。之但係我一氣之下咧就説咗啲唔應該講嘅嘢，咁之但係佢話嗰條片係冇一點鏟到，跟住咧佢就話因為佢俾人鬧神經邊嘅，咁所以佢係激動得滯咁係咁講佢，而且嗰位香港店員不斷強調佢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，跟住佢就話喺中國，之但係又話自己唔係中國人，真係丟中國人嘅臉，就喺度話嗰個店員點樣去對佢。咁件事大概就係咁俾大家去了解翻。嗱，老實講，即係裏邊咧涉及到太多嘅問題，一嚟係身份認同嘅問題啦。二嚟就係嗰個服務態度啊，又或者會唔會溝通出現咗啲誤會啊？咁三嚟就係嗰個中國女子佢嘅態度本身都有問題啦，佢嘅言論都有問題啦。你唔好話我睇完一件事嗱，雖則我唔知道件事嘅前因後果。咁目前咧都就只係根據呢一位中國女子喺小紅書分享呢一個嘅 post， 大概了解個背景係點樣嘅啫。但實際上究竟係咪咁呢？咁一嚟我哋又冇睇 CCTV， 二嚟我哋又唔喺現場，三嚟我哋又冇香港嘅店員幫我哋補充，咁樣就好難去判斷。咁老實講，聽完一件事啊，首先我講啊，我唔好明點解叫中國嘅貴煙，因為我自己都做過七仔嘅店員嘅。咁老實講，我都遇過好多中國人咁去買煙啦。咁其實我真係未遇過一種情況，甚至乎我夠膽講過，我真係冇聽過咩中國貴煙，冇人咁講嘅。多數啲中國人如果真係要買啲貴煙，我唔知啦，可能佢哋話。一包中國要軟的，要硬的，
就係咁樣咯。其實本身講貴煙都有啲貴雞嘅，我咪喺度諗咯，即係點啊？貴煙中華牌。因為以我嘅理解，最貴就係一隻煙，好似係啊，仲有一隻係貴啲嘅，唔太記得啦。但係整體好多中國人係最中意買呢一隻。咁本身你講中國貴煙嘅時候，可能我都要諗下啦，即係呢個可能有少少嘅溝通問題。二嚟就係你係咁講中國嘅貴煙，會令到我覺得耐人尋味啦。嗱，我唔知嗰位現場情況嘅時候，嗰位香港店員係點樣啦。但係你 keep 住講中國嘅貴煙，中國嘅貴煙，中國嘅貴煙，你嘅朋友講咗一次，你又講咗兩次，即係 total 3次。我其實真係好煩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代入嗰個店員嘅角度去睇啊，可能我揾緊啲煙俾你，你係咁吹，咁當然我唔知道佢現場嘅反應係點樣啦。但如果係我呢，我係會心諗咯，做乜鳩啫？中國的貴煙我都知道啦，你別再說啦，好不好？中國貴煙貴煙貴煙，媽的，一直在說貴煙貴煙，因為這個很牛逼嗎？很有錢嗎？貴煙貴煙，貴。即係內心嘅感受啦，咁係唔會表達出嚟嘅，完全係香港人嘅特質嚟。因為一嚟冇乜耐性啦，二嚟真係好怕吹，三嚟又比較暴躁，唔好意思。咁所以本身你一樣嘢其實會唔會已經係一開始冒犯咗嗰位店員，而你不自知呢？如果嗰位店員真係因為呢一啲冒犯而佢又可能大聲咗啊，或者個態度變差咗嘅話呢，個店員都係有責任嘅。儘管我有幾不滿都好，咁我着得嗰個制服，我一啲都係內心説話嚟嘅啫。咁我咪真係會同嗰個客講啊，咁梗係唔會啦。有啲咩嘢事都要我負責，甚至乎要嗰個店長要成間店負責噶嘛。如果個店員真係向你爆啦，好激動啦，嗱咁我就覺得個店員唔啱。嗱，我哋以事論事。但如果唔係嘅話呢，本身呢一件事嘅前提底下，你已經係冒犯咗人，你唔知道嘅咋。咁而再到後嚟啦，咁其實你都見到啦，佢就開始係咁追住一位香港店員鬧啊嘛。但我唔知大家點樣睇一件事。我睇呢一條片呢，好似你鬧佢多啲喎。前期我唔知佢咪真係鬧你啦。我睇條片咧，係你哋鬧緊嗰位香港店員喎，阿姐，我冇睇錯噶嘛，冇聽錯啊嘛，你咪就係不斷拍片，然之後追住嗰位香港店員係咁鬧佢咯。一方面你話人鬧你啊，你覺得受到屈辱啊，點，但你其實你自己都做緊你討厭嘅事喎，你都係 keep 住鬧緊人，仲要依家我聽啲聲啊，起碼有2個人一齊去鬧一位香港店員喎。咁所以你係咁話嗰位香港店員鬧你，咁當然如果有，咁就係佢嘅其中一個嘅錯啦。但同時你都要負上好大嘅責任嘅，因為你係將一件事升溫，直接將一個中港嘅矛盾浮上水面啊，然之後就係咁鬧啊！你唔好講到好似置身事外咁樣，做咩啊？以為自己冇嘢啊？你自己都鬧緊佢啦。咁更何況三嚟啦，咁你就話你憑什麼罵我們？憑什麼罵我們？憑啲咩鬧你？憑啲咩鬧你？冇喎。鬧你咪鬧你咯，使責㗎。唔係，你本身講憑啲咩鬧你？嗱，呢一度都已經係有少少歧視㗎，即係你覺得中國人係高等啲嘅。本身你講呢一句説話嘅大前提，你已經係有一個嘅前設，就係當呢一啲香港人係比你低等，又或者你見佢係店員，你鄙視佢呢一個嘅職業，你覺得呢一啲係低等職業、低等人，所以你先會講憑啲咩去批評你啊嘛？咁樣咪成立咯。如果你要講呢句説話，嗱，呢個就係你嘅潛意識啦。你依家就係狗眼看人低。見到啲香港店員，你就將佢貶低啊，可能當佢係底層啊、基層啊，然之後就鬧佢，從而去散發你嗰種嘅優越感。咁我會話你都係做得好錯，你都係好有問題㗎。咁最好笑嘅呢班中國人咧，成日喺度話香港人，你們有什麼優越感啊？憑什麼罵我們中國人啊？大家都是自己人而已啊！罵我們什麼？我跟你們講，最有優越感的就是你們這些家人們咯。最好笑嘅係咩呢？講真，即係我覺得係香港人先咁俾人鬧嘅，真係好慘嘅，有時真係覺得。你稍為有了解過中國國情，你都知啦。唔好話中港矛盾，本身你哋國內都一大堆嘅對立問題。你試下叫個河南人啊，走去上海，然之後話大家都是自己人啊，嗰班上海人啊，唔攞把刀劈斷佢個頭啊，都唔係上海人啊。你河南人都鄉下仔死開啦。其實中國都有地域歧視嘅問題嘅，但最好笑嘅，你哋好似係將國內嘅區域歧視係合理化存在嘅喎，即係你覺得上海人就是這樣啊，北京人就是這樣啊，他們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很厲害的。你在北京工作嘛？收入一定很好啦，對不對？你是做官嘛？屌你老味，你一轉到香港，你為什麼歧視我們啊？你們香港人哪來的優越感啊？我跟你講啊，你都是中國人，你們香港人都跟我們一樣。
中人分裂過你班人好似，所以永遠俾人鬧嘅就係香港人。其實喂個性質一樣嘅咋。我以前都講過，其實香港人唔係話歧視你，點解咁多矛盾呢？就係源自於我哋嘅教育、成長環境、社會文化、政治體制，大家價值觀有所不同，所以先造就到有好多嘅矛盾出現。而當我哋理解唔到你哋嘅文化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香港人真係好直接嘅，有乜就要屌。咁可能你哋唔慣，咁但係你要記住，一直以嚟呢，其實香港人係對你哋最包容。你哋自由行過嚟我哋香港呢一度消費，其實我哋幾開心啊，刺激我哋香港嘅經濟啊嘛。08年北京奧運，大家一齊為你吶喊助威，有幾多香港人？嗰陣都冇咁政治正確嘅，我都攞住啲中國國旗同你喺度揮啊。咁但係你去到後嚟呢，近年我唔知你哋哪來嘅底氣，就變到好自大、好自負，就開始目中無人啦。你哋又，然之後係咁出到其他國家都喺度數臭人，其實種種嘅跡象都係你哋自己攞翻嚟。咁當然中港矛盾，香港人都有責任，但你哋都有㗎，尤其是地域歧視。點解你對上海人係咁恭恭敬敬啊？你覺得上海人咁樣對你，九眼看人低係好正常咧？啊，香港人咁唔得嘅，喂，香港人其實對你嚟講都唔算九眼看人低啦，大家都好包容你㗎啦。咁而你呢一種嘅雙重標準背後，反你心底裏其實你都唔承認香港係同中國一樣，你都唔承認香港人係中國人。咁所以係可以解釋點解你對上海、對北京嗰啲人係有另一種嘅態度，就係儘管佢哋點樣睇低你又好點都好，因為你自己都想成為上海人，你都覺得佢哋都係中國嘅一部分，所以你都冇咁嬲。咁而之後啦，亦都帶出個問題啦，就係佢係咁不斷去鬧嗰位香港人啦，你是香港人嘛？你不是中國人嘛？你不是中國人，因為好激動咁樣講。嗱，又再一次反映出你真係唔係當香港人係中國人。咁更何況我以前我拍片都講過，其實香港人要認自己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呢，係有佢嘅道理嘅。咁當然你係咁同我講咩國籍啊，哎呀我哋攞住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即係都係有寫住嗰個護照嚇，都係我哋依家係俾中國管治，用法律一個嘅方式去到去講，佢哋唔像嘅喎，咁可以點樣啫？依家香港即係俾你哋衝緊啊嘛，咁但係呢，有時諗嘢唔好諗到咁簡單，唔好淨係攞國籍冇意思嘅，你要攞個人身份認同、文化認同、價值觀嚟到去判斷究竟一個人係咪真係中國人。以前我都會好大方同你講我係中國人，但經歷過咁多件事之後咧，睇透咗呢一個國家，其實我係對呢個國家好失望，係你哋搞到咁樣嘅，就係因為你哋各種嘅事，譬如社會運動又好啊，政策上面嘅打壓、制度上面嘅打壓，就令到我覺得我唔能夠認同中國，因為一個國家強大係會間接或者直接傷害到我。總之你要中國強大得，但要改革。你哋呢一個情況就係咁，去逼人哋去認同你哋嘅價值觀、你哋嘅生活模式、文化，好討厭。你哋越係咁做呢，我夠膽講佢係越唔會有香港人去認同中國人，甚至係認同你哋自己人。08年嘅時候，你哋唔敢做，我都攞住支國旗揮嚟揮去啦。一樣嘢係發自內心，唔係話俾人逼嘅。正正因為一件事都係反映出你哋嘅嗰一種個二元分法思維，而一種嘅思考模式呢，就係源自於一班中國人由細到大被中共刻意去洗腦，係個制度令到佢哋變成咁樣。即係當然佢哋係值得批評啦，但同時你要了解嗰個問題嘅根源就係中共。嗱，咁喺度真係要俾個 like 俾呢位香港店員。講真，依家喺香港，你要承受咁大嘅社會輿論壓力，又或者你依家仲係當面同一班中國旅客對質，面對一種嘅臨場壓力底下，你都依然堅持承認自己係香港人呢，我呢個真係要俾掌聲你，係啊，呢個係非常 respect 你 ，OK？ 即係你問我究竟係咪有咁多香港人做到呢？我就有啲保留啦。即係分分鐘真係可能有啲香港人對住一啲蠻橫無理嘅中國人，唔想搞大件事就會選擇讓步。咁所以呢一位店員我真係要俾100個 like 你，真係做得好好。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，你係俾我睇到你堅持自己嘅嗰個原則同埋身份認同。咁而喺一條影片，咁你都見到仲有個問題嘅，嗰2位中國嘅旅客咁就無啦啦喺度話咩？祝你成世做香港店員。但係呢一句嘅説話咧，又再一次去暴露咗佢啦。佢真係狗眼看人低，佢背後嘅一個潛台詞，覺得呢一個嘅職業係低級、低殘、窮人職業，所以我希望你做一世，等你一世都窮。講真啊，正所謂職業無分貴賤，點解可能咁樣對待一啲職業嘅咧？正所謂行行出狀元，咁更何況嗱，我唔知嗰位香港店員係幾多歲啦。講真，你做得嗰啲 OK 便利店，好似我咁樣，咁我大多數就錯識嘅嗰啲人都係做 part time 為主。咁就算真係做 full time，咁啊點樣咧？冇呢一啲人，咁你又點會咁方便可以去 OK 便利店嗰度可以買完啲水就走啊？咁所以從你一句説話，除咗反映到你狗眼看人低之外，亦都係突顯到你冇家教，唔識得尊重人嚇，你仲好意思話咩中港矛盾？你仲好意思話香港人歧視你？你各種嘅行徑就已經係體現出中國人嗰種橫蠻無理、霸道啊、睇死人、唔識得尊重嗰種固有嘅思維。我覺得呢一啲就係低等人，又突顯你嘅優越感。哇！完全係將你哋中國最醜陋嘅一面喺呢一段嘅影片展露晒出嚟㗎啦。即係我會話對住你一種人咧，唔能夠包容㗎啦。大家都一直希望你哋會進步，你哋會改善，但20幾年啦，
冇改過嘅，你哋係變本加厲添啊！你哋而家開始識得拍片去批鬥我哋香港人啊！你係要覺得我哋係要對你絕對服從，你覺得你哋係上等人，我哋係下等人。由你呢一個 mindset 開始，你已經係對我哋極不尊重。咁我想問，點解我包容你啊？包容嘅大前提係互相尊重啊嘛，互相包容。咁你既然都咁樣對我啦，好意思噶。我睇到越後呢，我真係覺得呢件事你都唔抵幫。就算佢真係一開始做錯，但你去到後尾呢，其實全部都係你錯。呢一位香港店員佢唔打算將呢一件事發酵，而係你一直挑撥呢一個嘅是非，繼續去將呢一件事升溫。可能啊，真係好似正如大家所講，你係為咗賺外國流量，你係想拍片嘅時候有啲嘢睇，所以你先特登去挑撥呢一位嘅香港店員，令到佢俾啲反應你，咁你啲片呢就多啲嘢睇啦。咁我就覺得好過分啦！你哋自己攞假嚟丟㗎，即係分分鐘我今次一段直播我冇講任何説話，我淨係播一條片。大家都知道個問題所在啦，儘管嗰個香港店員就算佢錯極都好，你呢件事你真係講錯嘅話，你哋真係超錯啊！你哋係不斷去侮辱人、睇死人，係你令到大家對中國人有各種嘅偏見同埋既定認知啊！唔好成日話人哋點解對你有冇負面標籤。同時呢件事前期唔知，但去到後期都反映到香港店員嘅內心嘅強大，同埋處理一件事都尚算冷靜啦。係啦，咁一件事大概就係咁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啦。就係要貪你嚿錢，咁你就真係自己攞嚟啦。點啊薯條你有？你真係有啲高見啊你！次次一開直播你又噼哩啪啦咁多嘢講，你哋屋企嗰啲貓係咪真係？你睇下佢。我真係未見過啲貓你咁活躍㗎，你唔好再跑嚟跑去啦！我就係帶去睇醫生㗎啦，係咪有過度活躍症啊？每次都係咁嘅。點冇敵人啊？嗰度唔係敵人嚟嘅，做咩啊？你冇找爛晒啲先得㗎。有咩敵人啊？依家喺邊度啊？救命啦！好似弱智。你睇人哋笑你知唔知啊？人哋啲觀眾都笑你啊！傻下咁你睇佢。我每日就係咁樣㗎啦。尤其是佢最好中意喺張床度玩。一瞓覺咧，佢成日喺張床跳嚟跳去就係哇！佢當我身好似係嗰啲砧板咁樣掂行掂過，每次都俾佢真係砸死啊！好可怕真係薯條佢。